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2月20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行政院环保署下晡伫台南市举办清洁队员5号交付岁月感恩活动，邀请总统蔡英文甲全国22县市的环保局连线，感谢环保人员维护家园甲城市整洁的辛劳。因为有清洁队员尽心尽力的服务，才互咱有一个清气又够适合居住的环境。为了感谢因的付出，小英政府伫今年提出好清、好行、好洗、好住、好安全等5项具体福利措施，编列73亿预算，为全国环保人员分配换新装以及汰换老旧的环保车辆，改善休困空间以及洗衫设备等。20日伫台南市举办清洁队员5号交付岁月感恩活动，总统蔡英文嘛特别出席，并连线全国各县市环保局。感谢因对着环保的付出。谢谢各位辛苦了。好，我们谢谢连江县朋友。那么紧接着呢，要继续跟我们连线是我们的澎湖县的朋友。借这个机会呢，我代表我们全体的国民，感谢环保署各县市的环保局，尤其是我们第一线辛苦工作的清洁队员。那么因为有各位在岗位上尽心尽力，大家才能够有干净的生活的空间。每一位清洁队员都是城市景观的英雄。那么再过不久，我们就要过农历春节了，国家清洁周也将要开始启动。我们许多家庭的旧物都会在这个时候清理。那这也是我们清洁队员这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刻，所以我要特别再次感谢大家的付出，让国人同胞可以过干净的年。那大家的辛劳，我们不只要表达感谢，我们更用具体的作为提出了好穿、好行、好洗、好住、好安全5大福利措施。投入73亿元的预算来照顾我们清洁队员。除了总统蔡英文向环保人员表达感谢以外，台南大家长黄伟哲市长以及台南市议会议长郭信良也拢纷纷向因表达感谢。我们清洁队员可以说是不辞辛劳，每次我们放假的时候，我们有什么节庆的时候，最晚离开的都是我们清洁队员，所以他们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为了要对于清洁队员的公安以及他们的生活工作的舒适度以及安全性能够得到最大的确保，感谢我们蔡总统、还有环保署张署长以及所有的各位委员，能够通过这个预算，能够拨付这个大笔的金额，对于清洁队员的工作服以及他们工作的手套等等，都有最好的保障。环保署长张子敬表示，清洁队员工课繁重，所以政府更有义务提供安全环境甲防护措施，让清洁同仁会当安心工课。透过5号交付活动，不但保障同仁的安全，更有效提升清运效能，确保环境的品质。台南新闻张维忠采访报道。为了鼓励市民朋友养成运动的习惯，台南市政府结合科技产业以及大专院校，推出全国首创的 AI 大数据运用 APP， 互相动起来。上午的启动记者会，市长黄伟哲也亲身出席，号召市民朋友做回来运动，保持健康。现在个人社会来到肌少症也成为热门的话题，肌肉的质量会随着年龄慢慢变歹。如果想要伫老的时阵也来保持健康，运动就是必须要提早。为了让市民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市府伫经济部工业局的计划支持之下，甲台南的科技产业以及大学来合作，共同开发了这个虎城动起来 App。20号上午举办启动记者会，市长因为着除了亲自出席，也签署健康约定，要甲市民朋友共同来运动，保持健康。我们非常感谢成功大学还有业界的朋友。搭配我们的这个志工一起来，让我们府城民众
我们的市民朋友们的健康能得到进一步的确保。只要下载 App， 那每天记录自己的运动，到特约的这个地方去做这个肌少症的检测，那就可以随时了解说这个运动的状况。因为肌少症可以说是年纪大的民众他一个健康生活一大威胁。我们不要以为只有癌症、只有心血管疾病，其实肌少症跟这些东西都有相关的。也就是说，你运动越少，肌肉越少；运动越少，心血管疾病的几率越高。那运动越少，事实上也容易跌倒。那所以说，我们觉得其实这个跟肌少症跟肥胖没有关系，但是对你这个生活的品质却大有相关。因此，台南市政府教育局体育处和成大以及各大平台以及各大业者，还有我们的这个志工将会深入基层，能够让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尤其是我们年长的市民朋友们，能了解肌少症它的风险，以及如何预防肌少症，如何自己促进自己的健康。这点我们会继续努力，然后务必要让台南成为一个真正落实健康城市的主张。这个 App 上特别的就是透过 AI 大数据，将对无同年龄的族群的生活特性、运动需求，并透过穿戴装置甲运动数据的服务平台，提供精准的分析，并结合生活的应用，让台南成为运用运动大数据的城市。透过这个下载府城动起来这个 APP 大家可以每天记录自己走路的步数，然后呢，我们再透过跟市长约定日行1万步，连续21天，养成运动的好习惯。那再来呢，这个 APP 不只是可以记录步数，它还收集了台南各大的这个步道，那让大家假日的时候可以出去踏踏青。那另外呢，也提供教练媒合的一个功能，让大家可以运动的有效率，然后正确的运动。除了这个 App， 现在也有医疗用品的业者伫门市设立了肌少症的评估据点，要让民众会使提早来发现、提早来处理。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优良公寓大楼评选今年进入第3档，每档拢是社区的一大胜事。今年评选出炉，由市长黄伟哲亲身颁奖给社区协奖的代表，而且今年更增加管理服务人、甲管理维护公司的特色奖项。希望会当提升台南大楼居大品质。今年优良公寓大楼评选以着随遇而安为主题，借由公寓大楼管理维护的评选，让更多人对自身居大的环境的理解甲关心，提高政府、公寓大楼甲住户良好的互动循环。在公寓大厦里面，这个集合式住宅需要在公寓大厦条例通过之后，集合式住宅。就作为一个共同的生活圈，它有很多公共设施，包括电梯，包括公共区域，都需要一个这个好的一个管理以及经费的筹措。所以说，我们相关的这个部分就变得相当的重要。好的公寓大厦，这个可以让你上天堂；不好的公寓大厦可以让你住套房，但是住到套房里面住得非常不开心。尤其我们觉得其实这个管理委员会也非常重要。那管理委员会他如果能够好好的善用这笔基金，能够服务所有的住户，能够这个让大家的生活品质共同提高，这是好的。所以呢，我们希望说评选好的这个管理委员会让这个好的这个公寓大厦能够有提供给市民以及住民更好的一个服务品质，大家生活品质都同步的提高。评选的结果以100户以上的大型，加100户以下的小型，分新生组、新创组加中青组，总共5组各取前3名，分别得到4万、2万加15000块的奖金。另外，还有立美化加无障碍优先奖。你今年阁增加管理服务人加优良管理维护公司，各取前2名，分别颁发奖牌加奖金。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结合远见大和置换公司，将为台南市民进行免费专业的听力检查，而且佮捐赠500台的多功能助听器，希望帮助听力障碍朋友会当为无声变作有声。以研发各式的助听器，
并且得到国家发明创新奖肯定的元件大和集团公司，近年来推动天籁列车，帮助听力受损的民众提高生活品质。第二站开到台南，甲市府社会局来合作，将提供免费的专业听力检查，并且捐赠500台助听器，予有需要的民众。上午由市长黄伟哲代表接收，并且颁证感谢状。台南估计起来应该有好几千位，应该有上万位的这个听力不良的人。那其实他们的不管是先天或是后天，事实上生活品质都大幅下降，而且也常常让自己生活在危险中，因为他们听不见喇叭，听不见别人的警告，甚至于听不见这个一些重要的声音。那所以会不仅是生活品质降低，而且可能是危险的。所以呢，这个助听器往往是变成生活的必备品。可是呢，助听器又非常的贵，所以这个元件天卫公司能够捐助这500台，相信对于在台南市的听力不良的市民朋友们，他们一定是一个很大的福音。我们也希望说，借着这个活动能够抛砖引玉，能够让更多这个听力不良或者是说他们本身生活品质下降的朋友们，能够得到改善。元件大和集团公司的创办人兼执行长吴志贤表示，因为家己厝内人嘛有人听力障碍，因此研发助听器，一方面是帮助家己，另外嘛用来帮助别人。我开发这个助听器的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自己的妹妹也是一个听力障碍者。所以呢，很小的时候，我们跟自己家里的妹妹相处，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到听力障碍者他在就学或者他在就业、他在就养，他所遭到的一些不方便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助听器呢，它的设计是免保养、免换电池的一种新款式助听器。为什么要免保养？为什么要免换电池呢？因为受赠者通常是没有能力负担昂贵的助听器的购买。所以我们能够想象得到，他对于助听器后续所需要的保养、换电池，可能都会遇到困难。那最后我们的这个好意呢，可能是放在抽屉里，而没有办法被真正拿来帮助到这些听力障碍者。所以呢，我们在这种使用充电的方式之下，使用的人呢，就跟手机一样的使用方式，晚上睡觉前充电，第二天它可以满足一天听力上面的需求。另外，这个助听器呢，它具备有最先进的蓝牙连线能力，它可以跟手机连线，所以呢，我们的长辈呢就不用在公共场所大碎声。社会局表示，该活动对12月24到明年的4月30号为止，有需要的民众拢会到元件大和集团公司的东门分店，只要接受助听器的适合配置的民众。伫个测试听力损失达到60到90分贝，就用个免费来配挂一台多功能的助听器，限量只有500台。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你们知道怎么防治人口贩运吗？首先，我来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口贩运。有要出国旅行的以及外来人口，要加强对自身权益的认识。发现可疑的地方要检举通报，移民署跟司法警察会持续巡逻查缉，民众可以跟他们举报。抓到你们了！我们跟全世界的正义伙伴都会不断努力，粉碎人口贩运集团的恶行。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
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目前正是台南的麻仔甲咖啡的选季，台南市政府农业局特别甲百货业者合作，伫美食街推出台南上青农特产名物展。市长黄伟哲伫记者会特别化身为专业的咖啡师，亲手冲咖啡来招待现场的市民朋友。在这12月是台南采收胡麻的季节，也是来台南品尝胡麻的好时节。为了帮助农民行销台南优质的农特产，市府农业局甲百货业者合作，举办台南上青农特产名物展。今年最后一个档期的主角就是台南胡麻以及东山咖啡。市长黄伟哲嘛特别出席记者会，变身成为咖啡师，亲手冲咖啡招待现场的群众。以圆圈的方式、绕圈的一个方式来，好像似乎呢大家都是行家呢不用我多加的一个介绍每一个人呢都是非常的一个厉害台南有这么好的东山咖啡，更应该好好来品尝一下。另外芝麻大家都知道，大家想要说芝麻就只是想要麻油，其实除了麻油之外，我们很多芝麻相关的品系，包括芝麻酥、芝麻饼，还有芝麻粉，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好吃，让你爱不释手。欢迎大家，而且网络上有这个7大通路可以上网订，再进入台南的农特产品专区，可以这个去上网订购。那所以说，不管上网或者是亲自来台南吃吃喝喝逛逛买买，吃吃喝喝逛逛买买住住都是非常合适的这个逛台南的方式。那所以呢，欢迎来台南。在冬天的时候，在耶诞跨年的时候，欢迎来台南享受最好的农特产。现场除了有东山咖啡以及胡麻相关产品以外，5车饭店嘛已行动消停在地农民。饭店主厨特别选用台南高品质胡麻食材，推出胡麻虾冰蟹酱锅、一品胡麻乌鸡锅、麻油川七松板肉丁料理，邀请消费者做伙来品尝。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市府文化局甲台南市音乐协会共同举办的大台南国际音乐大赛，专业的评论甲指导已经是亚太各国的学校所共同认定的世界级音乐比赛。明年的比赛已经开始报名，想要参加的学生要伫12月31号进前完成报名。一度的台南音乐盛事大台南国际音乐比赛，是由着台南市的音乐协会积极来推动。明年这个赛事也将要迈入第21档，全力推动这个赛事的音乐协会理事长沈明贤强调，这个赛事是全国唯一无接受任何单位赞助甲商业行为，对此比赛非常的公正，绝对袂有徇私的状况。现在2020年的比赛也开始报名。有兴趣的民众也会使上网来查询，到时阵将会有亚太地区各国的好手来参加比赛。我们大台南国际音乐大赛从2000年开始举办我们一直秉持的最好的评审就是国内外最有名的教授来给我们评审。我们最好的场地就是文化中心，所以我们要跟文化中心的档期不能冲突。再来就是我们20年来我们的成绩非常辉煌，所以目前亚太国家包括新加坡、马来亚、大陆，还有日本、韩国，他们每一年都100多位的学生来参加比赛，表示我们是受肯定的。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台湾会发光发亮的。因为这个比赛拢会邀请国内外知名的老师，或者是专业的演奏家来担任评审。
提供专业的评论甲指导，所以也备受加泰地区各级的学校共同认定，这是一个真有水准的比赛。主办单位也是希望透过这个比赛，让参与的学生会使运用音乐，甲各国的参赛者来做交流，并培育出优秀的音乐家。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现代人因为晚结婚，或者是无想要上早生囡仔，结果随着年纪增加，女性的生育能力也会老化衰竭，这就有可能会失去生囝机会。所以，若是想要保留以后生囝机会，新台病院妇产科医师表示，除了冷冻卵子，另外嘛要注意平常时的生活习惯甲运动饮食。新台病院妇产科医师陈达生表示。虽然医学科技的进步会用帮助克服生殖力老化的问题，但嘛不一定会用做到完全，因为人的精子甲卵子的品质，逐当会随着年龄来逐渐衰竭，会造成不孕症或者是胎儿异常。而且根据一份不孕症权威的期刊报告，每天一杯有糖的饮料会降低25%的受孕能力。因此，如果女性有发现生殖力衰竭，就要提早评估。现在生活形态改变，如果为了事业、为了工作，希望晚一点生育的女性，可能要考虑在超过35岁的时候，就医接受检查，看看自己的生育能力是不是已经随着年龄慢慢下降了。如果已经开始下降的时候，可以考虑以冻卵的选项，把自己的珍贵的卵子先冻起来。免得到时候准备要生育的时候，要接受更多的试管婴儿的折磨跟痛苦。那对于一般的保健方面，如果没有考虑冻卵的人，生活形态上面、运动、饮食，这些生活上的注意事项，也可以让您的生殖力可以得到保存，而不会提早衰老。除了注意平常时的生活饮食，另外培养正确的运动习惯，嘛会用提升生殖力。研究指出，就算接受试管婴儿治疗的肥胖患者，有运动习惯的活产率嘛比无运动习惯的高出3倍。因此，培养运动的习惯加注意饮食，是预防生殖力衰竭的上好办法。台湾新闻林根何乔邦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风的天气，温度17度到26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12月2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全，咱再会。